主后2022年9月30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坚守所在的道理，活点基督内面。圣经，咱来听读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细囝，这是将末的时。恁有听到基督的敌对者得要来，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的对敌出现。对安尼，咱知这是将末的时。因离开咱，因为因毋是咱的人。因若是咱的人，会继续甲咱做伙；毋过因离开，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。恁已经有领受圣神，领受圣神嘛通译做受迄位圣者抹油。恁拢知，我写互恁，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，是因为恁捌真理，搁知一切的虚假拢毋是对真理来。什么人是白贼的，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。拒绝爸甲囝的，就是基督的敌对者。拒绝囝的，无接纳爸；宣认囝就是接纳爸。着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，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。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，是永远的活命。我写这个互恁，是关系想要维系恁的人的事。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个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。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，就照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内面。但少年人就踮伫基督内面，安尼伫伊显现的时，咱伫伊面前才会好胆，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。恁若知伊是公义，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才是上帝的囝儿。以上。坚守所在的道理，活踮基督内面。今年2月，有一个酒醉驾驶者开车弄到头前的车，烦恼展现诚意，表示若是通私下和解，一切好谈。毋过受害者坚持要报警，等警员到位做处理，雄雄发现肇事者竟然是家己的同事。伤憾的是，伊伫2015年就捌有酒驾前科，后来伊防举大过，调离现职，搁移送法办。这个警员敢毋知酒驾的危害吗？身为执法人员，却知法犯罪，害着别人，也害着家己。对照今仔日的经文，信仰生活敢毋是也是安尼？若干那知影道，却毋坚守，就会结做严重的后果。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讲，信仰追求了解，意思是信仰是需要不断探索、了解信仰对象和信仰内涵的过程。伫探索了解信仰的过程，咱在追求甚物？咱讲相信耶稣，阁是甚物意思呢？爱知影，相信毋简单是一种心灵活动尔定。伫神学中，所谓相信耶稣，其实是一连串的行动。第一步是愿意用时间了解经文中的耶稣所启示的家己，
甲达观书本作者对耶稣的见证。第二步是搁较谦卑认捌耶稣是啥人，知影伊的身份、使命和价值。安尼追求信仰的知识，毋是为着要互人称赞咱册读真饱，是为着要服侍上帝和伊的教会，愿意仰望耶稣，全然将家己交托互主。才会当将跟对耶稣落实伫日常生活中，也就是活踮耶稣基督内面。对经文中，咱知影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面临信仰危机，来源是一寡错误认捌耶稣的人。今仔日的咱也有可能受到错误教示偏离真理。譬如讲，有一寡教会教导一种新福音，即个上帝想要爱所有信徒身体健康、物质富裕、个人幸福，所以宣告就得到你所求的的确会实现。好胆讲出来就通掠条咧，祈祷甲奉献就会通求上帝赏赐健康甲财富、兴盛甲成功。总是耶稣捌明白讲，这个世间有苦难，伊甚至为了上帝国度，封顶伫十字架。同时，耶稣也爱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伊。面对错误教导的威胁，咱必须坚持起初的道，毋通轻易放杀对一开始就领受的真理。当咱搁较谦卑认捌道成肉体的耶稣，毋通简单停留伫理性的认知，搁较着用行动为胜利对耶稣的认捌所带来的积分和责任。安尼才真正算是耶稣基督的信徒。相反的，假使咱无愿意付出时间、精力，进一步认捌咱所相信的耶稣，咱就简单是伫制造一个家己想家己对的耶稣。就亲像约翰一书作者提醒的，咱来坚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，就是指有关耶稣的教示，才当真正活伫圣子和圣父的生命内面，拥有永远的生命。默想，搁再一遍思考信主的初时所听到的福音，审查家己是毋是已经互错谬的教示影响了。搁再一遍思考信主的初时所听到的福音，审查家己是毋是已经互错谬的教示影响了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搁较侪找求认捌你，搁帮助我坚守主耶稣的教示，确实在永远的活命是你真切的应允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